好，今天是2004年4月17号，藏文学第9课。咱们还是先复习一下，复习呢，咱们就往回倒2课吧，从第7课开始复习吧。咱们拿到33页，翻到33页，复习一下第7课跟第8课的主要的东西啊。33页先读这个传统拼读法。恰塔切，恰塔切，恰撒切，恰撒切，撒塔塞，撒塔塞，撒撒塞，撒撒塞，恰那若切塔切，恰那若切塔切，恰那若切撒切，恰那若切撒切，塔西就提塔提，塔西就提塔提，塔西就提撒提，塔西就提塔提，马克古米塔米，马克古米塔米，马克古米撒米，马克古米撒米，恰真宝切塔切，恰真宝切塔切，恰真宝切撒切。恰真宝切撒切。翻过来单词：太、驴、热、血、撇、月、奶、热、驴、女、爱、雀、女、卡谢、切血、秋雀、美。词组：爱阿妈，开破语，须一个，米热哇，热康亲包，秋葵茶包，热物切血，美到塞包。这个练习里头的第2题，切、写、移、开、却、许、可、谢、切、女、秋菜、野切、永血、野蟹、掐蟹。下边的这个就不读了，下边这个区别就是前边的嘴张大一点，后边嘴张小一点，也读一下吧，练习一下吧。第一个是切，第二个是切。如果你怕区分不清呢，也可以第2个这个整报这个呢，你发点靠近 a 的音，切，跟那个切，切就是 i 切。那个嘴张宽一点，然后那个第2个整报那个呢，你要是愿意明显的区开，你可以靠近点 a， 就是切，对，那样就明显的区分开了。第2个啊，热，爱，谢，抬，是开，月，去，爱，热，猜，谢。下边第8课。第8课这些词咱们就不读了，因为那个后边单词里头有。看读一下也不会，咱们过一遍吧，因为第8课只讲过1次，过一下也不费事。从36页这开始啊。第一个是科仓，切巴，菜巴，三穷，铁巴，来嘎，坑里，米热，马热，可地，
特句 terti, 曲意 pui, 塔巴 tapa, 喇叭 lapa, 塔巴。 tapa, 注意后边这个呢是那个咱们不按那个就是口语的读，就读正常读音啊。亚波 yapo, 莽波 mambo, 踢波， tipo, 然后是这个短句子，就是读轻声的，中间读轻声的这个。第一个句子是空给明， 空地名，空拉血， 空马穴， 阿妈堂普木。阿玛堂普，这个注意是后边这个八呢读轻声，所以是前边是该怎么读怎么读，当做一个单独的音节读，然后带一个八这样读。所以头一个应该读那个三声，就是升降调，叫亚巴 yapa, 亚巴 yapa, 亚巴。 yapa, 第二个是莽瓦 mama, 莽瓦， mama, 哎，它就跟那个你看，如果要是不读轻声，后边你应该读莽瓦，哎，它是那个后边读平声的。现在它读轻声呢，就成了光读前头那个，就是莽瓦，莽瓦，哎，前边那个呢，该读什么调读什么调，就是哑巴，哑巴。 yapa, 下边这个也是动名词，动词变成名词的加一个八，后边读轻声，撒瓦， sava, 撒瓦， sava, 年巴， niemba, 年巴。 niemba, 这个动名词呢，动词变名词，它是指的这个，就是把这个动作当成一个名字来对待的，哎，就是吃的这回事儿，听的这回事儿，它做一个名词用。下边这个是短句子了，短句子是肯定陈述句的这个句尾读轻声，爱撇巴音，爱撇巴音啊，我后边读错了啊，爱撇巴音，爱撇巴音，哎，我是西藏人，太空的人，太空的人，哎。他是第三人称，所以后边那个是他这是他的这个是用第三人称的人，头一个爱是第一人称，所以用第一人称的音。下边是空太松，空太松，实际上那个他这标的那音是太松，那个就是他读就是轻了，就变成那样了。下边咱们看例词，特仓，特仓，切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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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穷。如果要是开闭一开一闭开闭写呢，前边这个 a 变成一，就是心穷，心穷。贴贴，贴贴，撇巴，撇巴，来嘎，来嘎，很热，很热，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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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马热，马热。哎，在这个升降调在后一音节的时候，它发生变化，就是后边不能这个升，所以它这个升的功能就去掉了，就直接变成降调了，就直接读成四声。第12个是可对，可对，特句，特句，曲意，曲意，塔巴，塔巴，喇叭，喇叭，塔巴，塔巴。亚波，亚波，莽波，莽波，那波，那波，修布，修布，躺波，躺波。下边的句子再试试啊！上次最后剩的时间不多，还把这个都读完了，咱们这回再读一读。忒卡热热，忒卡热热，忒擦巴热，忒擦巴热，忒人给擦巴热呗，
thế rừng cái tháp ba rễ bè thế rừng cái tháp ba mà rễ thế rừng cái tháp ba mà rễ翻过来我拿可地给他把人我拿可地给他把人开塞他把人开塞他把人空卡巴太松空卡巴太松空撇了太松空撇了太松空错卡巴太松空错卡巴太松卡谢捏康了太松卡谢捏康了太松卡谢特仓了太松卡谢特仓了太松返回来再来一遍啊，返回来再来一遍。忒卡日人，忒擦把人，忒人给擦把人啊不对，忒人给擦把人呗，忒人给擦把马人，我拿可地给擦把人，开塞擦把人。空卡巴太松空撇了太松空错卡巴太松卡谢捏康了太松卡谢特不仓了太松下边的练习啊注意加辣引路哎，这个人你那个读不出来的时候呢，就用汉语拼音拼日英ring哎ring哎引路卡拉他妈曲意曲地这个后边音节这个塔就变成了大，就是不松气了，所以变成地的哎曲地参瑞拉格伦就是体确热恰孔僧仰包可地醒来难担下边的句子你莫瞎怂俺醒不应空醒不嘛热空醒不嘛热俺醒不应空醒不嘛热过来的是特需一个人特爱一个人特爱一个人特需一个人特爱一个人爱恰当给囊了秋快没慢一点啊爱恰当给囊了爱恰当给囊了秋快没爱恰当给囊了秋快没爱恰当给囊了秋快没
爱恰当给囊了秋快美，爱恰当给囊了秋快美，爱恰当给囊了秋快美，爱恰当给囊了秋快美。这个就是多重复多读啊。下边这个父母太空给囊了太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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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太空给囊了太松。父母太空给囊了太松。好，回来咱们再来啊，再来试。就从这个第一句这个你莫这个啊，你莫瞎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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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撇不音，空撇不满，说错了，爱行啊，那个就是刚才这几句话，刚才这几句话，一会儿咱们再从前头。爱行不音，空行不满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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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虚一个人，太爱一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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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谁的信？那是我的信。下边这个长一点啊，咱慢一点。爱恰当给囊了秋快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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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恰当给囊了秋快美。爱恰当给囊了秋快美。下边那一句，父母太空给囊了太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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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太空给囊了太松。回来再读句子啊，翻到39页这儿。这个读句子是个综合练习，连单词带语调带这个语感都有了。咱们一个句子来过两遍啊，就一个句子读2遍。忒卡热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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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忒擦巴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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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忒人给擦巴热热白，忒人给擦巴热热，忒人给擦巴热白，忒人给擦巴热热，忒人给擦巴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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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我那可地给擦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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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开塞擦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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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空卡巴儿太松，空卡巴太松，空卡巴儿太松，空卡巴太松，空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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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松，空错卡巴儿太松，空错卡巴太松，空错卡巴儿太松，空错卡巴太松，卡谢捏康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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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松，卡谢特仓了太松，卡谢特仓了太松，卡谢特仓了太松。卡谢特仓了太松。下边那个句子啊，你莫瞎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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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升起来了。第二个，俺行不阴，空行不没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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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忒虚一个人，忒爱一个人。忒爱一个人。再连起来读一遍啊！忒虚一个人，忒
配爱一个人。爱恰当给囊了秋快美。爱恰当给囊了秋快美。土木体空给囊了太松。土木体空给囊了太松。好，咱们就复习到这儿。下边咱们就开始新课第9课。后加字讲完了，看来就是后加字占的量比较大，比较多，所以后加字讲了一共是3课吧。下边是这个4课，后加字讲了4课。下边是下加字，下加字少一点，下加字一共就4个。你看这是牙、ra、啦、哇，这4个可以做下加字。他在做下加字的时候呢，写的时候不用把整个字母写出来，他就写半个的，表示一个意思是这个字就行了。今天咱们先学一个，就学这个牙。牙在做下加字的时候呢，写半个。咱们先看，比如说第一个字母嘎，嘎在写这个牙的时候啊，本来这个牙应该是这样写啊，这个牙本来是应该这样写。现在呢，他就写就是写半笔就行了，就写这边的半笔，就不写后边了。这半笔怎么写呢？就跟那个树啊连着写下来，然后就往这边一拐，就这么一个钩子，就行了。这就代表是这个牙，就代表是这一笔，然后后边这2笔就不用写了，这就是下加字牙，就是等于嘎牙2个连起来。这个加上牙之后，这个读音发生什么变化呢？这个牙的这个声母是一，是吧？一啊牙，它是一，等于给这个嘎呀加个一就完了，给它这个连起来。嘎呢原来是这个字母哥，哥啊嘎，现在呢加个一，在这加个一，就成了鸡，就成了鸡。然后呢，一般读音呢，不是咱们都给它没有元音的，都给它加个元音啊，所以还加个元音啊。咱们现在读一读啊，哥一鸡，鸡加上啊是加，这个是拼音的音素都有，哥汉语拼音也有，一也有，啊也有，但是在汉文里头呢，从来不把这3个这个拼在一块儿。藏文里头呢就要拼在一块儿，发这么个音。咱就是说音素很简单，就是哥跟这加了个一，这个鸭嘛，鸭是一加个一，然后再加啊，拼起来就完了，很简单。应该是发音也不困难。鸡跟啊，鸡啊加，其实音好发，就是不习惯，多读一读就习惯了。咱们就把你看这个不是有一个表吗？这4个下加字呢，每个下加字可以加的字母，咱们就拿它呢来练习啊。首先说一下这个牙做下加字的时候啊，它也有个名称，叫你看那个名称这一行啊，这个怎么读呢？叫雅大。这个大是什么意思呢？大呀，这个词以后咱们还会经常的用。这个词啊，就是挂上、安上、挂上、扣上、这个系上，包括这个词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呀？就是起名，是这个吧？给谁起名就给谁挂一个名。假安利就是这个词儿，所以这个词儿在佛经里头经常用的，尤其是唯识里头，这个词儿经常用的，所以这很有用。雅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挂上一个牙，动词不是在后边吗？前边是宾语，挂上一个牙，给这个嘎呢挂上一个牙，
一个钩子挂上了，挂上一个牙。所以呢，这个亚大的意思是挂上一个牙。咱们来看啊，亚大，亚大，亚大，哎，看到这个一个钩子，这就是亚大，亚大就是挂上一个牙，哎。写法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哎，就是写一半就行了，画一个钩子就行了。这个你们还按韩老那个咱们原来那个字帖，哎，写的很漂亮的，我这个写的不漂亮，反正就是潇洒一点吧，哎。下边这可加这个亚大的字母呢，一共有7个，咱们每一个都读一下啊。第一个是原来是嘎，嘎加上一是gi，gi再加上啊是加，哎，然后咱们读第二个啊，第二个是咔，咔是 k 啊，不是咔是这个科加上一是 k 加上啊是咔，哎，咔是这样写，这儿下来呢就不停了，到这儿，哎，给它挂一个钩子，就是咔，就是科加一 k 再加啊咔，哎，嘎，哎，挺好听哈。第三个就好读了，第三个就是跟第二个读音一样，就是2声上升调，咔，哎，科一 k 咔，就解决了3个了。下边一个呀就不一样了，下边一个是八也亚大一下，也挂上一个牙，这个呀不读这个，跟原来读音不一样了，原来是八，如果要按那个八归的，那就吧了，那就不好听了，所以就变了。这个是变成什么呢？读加，就是一个声母，就是鸡跟鸭拼起来，鸡鸭加，哎加，这个加呢跟这个字母发音完全一样，跟这个字母对吧？这就是加嘛，哎，所以这个就是八带上亚大之后呢，它的发音完全等于这个字母，等于加，哎，你们可以找一些小窍门，你比如说这个读加呀，我是怎么记的呀？你看这个八呀，这个它主要是有这一笔呀，有点像这个加这个这个的那个写法，是不是啊？你就这样记，哎，八亚大这个，它这个就像这个鸡一样，就像这个声母一样，这个右边这一竖笔带一个勾，你这样就联系起来，一看它就读鸡，这里加一个啊，鸡鸭加，哎，直接联系，你自己找一些这个窍门，这样的话一看到八亚大加，哎，就八加上亚大之后念加，然后在后边是这个啪，哎啪呢也加挂一个亚大，这个呢念掐，你看那个就是等于是哪个呢？等于是这个，等于这个字母掐，发音完全一样。这个你怎么记呢？你也自己可以找窍门啊。我是怎么记的呢？你看它这分了这个2个格之后啊，就有点像这是2个半圆似的，分了2半。你看这儿一分，是不是啊？你就把这儿想象成就跟这个掐似的，跟它直接联系起来。一看一画，这一分2半，哎，一边一个半圆，掐。好，一看它一带亚大，它就等于掐。这个八一带亚大呢，成了介了，哎，成了鸡了，鸡啊加，哎，这个就是掐，直接跟它联系起来。然后该爬了，爬呢跟它有关系了，就是它就是跟它发音是一样的，但是就是2声，所以就好读了，是卡，哎，卡是这个字母是吧？跟它完全相等，哎，卡。最后一个是麻，写起来挺好看，麻
马这个怎么读音呢？这是加掐掐牙，整个把他们那个是第二行吧，那4个整个等于他们4个，所以这马呢一带哑大成了娘，成了这个，成了娘。这个呢，我是怎么记呢？这个马呢，马不是就是妈妈吗？这娘呢也跟这娘有点关系，一个马一个娘，他俩联系起来，一看这个马带哑大成了娘了，就是娘，反正因为你这个你必须直接联系，慢慢联系有点熟练，一看到它你就能反映出来读什么。咱们再来这几个就看着这个，看着这儿也行啊，咱们来读几遍啊，反应。加加K 一掐，然后那个掐上哪儿去了？没写上。掐加这4个呢是发音没问题，因为原来字母就有这个发音，就是个记的功夫，你记住就行了，发音完全跟那个一样，记住这个发什么，这个发什么就行了，只是个记的功夫。这3个呢发音是新的，就是一个熟悉，音素没这么配合过，熟悉，就记住什么呢？就是原来的发音是 K， 加上这个以一啊牙的一，就变成了 K， 然后加啊 K， 嘎是原来的发音，原来是哥，加上一是鸡，加，就是自己去拼去。咱们再读2遍啊，加。行，这就算学会了。下边咱们就实际来练习啊。看第43页，咱们就读一读这个，这个拼起来的这些。看第一个啊，加，每一个读2遍啊。咱们第2个注意啊，加，卡帕萨后加卡帕萨把调摁下来，所以它这个1声就要按成4声。加，鸡，它本来是歌一，这个就是这个声母就是歌一，结果这个韵母呢又是个一，那无所谓了，还念鸡，韵不变，长一点就行了。鸡，后边这个变了啊，歌鸡，然后是就是就是歌一再加一个下边那个歌一加一个 o， 歌一加一个 o， 然后4声鸡先发鸡，然后跟 o 拼起来好，这一行咱们再过一遍啊，加好，第2行啊，K 那个不是 K 了，加上1是 K 加上5 Q， 是这样读啊 Q K 5 Q 这个别扭点，慢慢练啊。后边一个 K 加K
最后一个 k， 哎 k 加 k， 咱们把这一行读一遍啊，卡 q k， 啊不对了 k， 对，下边一行就好办一些了啊，卡，对，卡跟那个加起来是强就是强，就是咱们这强，这个发音有点像强，强，下边这个 k， 这个最省劲了，这个它加一个 k 固等于没加，因为它本身就读 k， 所以呢就延长一点就行了。k， 下边这个 q， 后边这个如果把这个日带出来就是 q， 最后一个是 k 跟这个拼起来 q， 咱把这一行读一下啊，强 k， 以后咱们再练习啊，咱们看下边这个发音就好办了，音都发过，就是要练习一个联想，就是这个字儿读哪个音。第一个咱们说过，这个右边这一竖就好像鸡一样，所以你就直接把它跟啊拼起来，鸡呀加，加，右边这个加，第二行我说过，你就看把那个中间一分两半，就好像那个掐字两半一样，两个半圆一样，直接就读成掐那个音，掐，咱们看右边那个啊，右边第一个是7加1就是7，再一个恰，最后一个翘，七跟 o 直接拼起来发4声就完了。整个读一遍啊，掐，七，恰，翘，下边一行卡，这个应该很好办，就是你也想成那个就是跟那个掐似的，但是是2声。强，它是7，掐加上强，或者是你用汉语拼音直接就行，7加上7强就行了，强，下边那个且7把啊加上个一读且，后边那个呢就是口张小一点，还是发且就行了。最后一行娘，这个娘加上 o 是鸟，然后加上是牛，这边是娘加上是娘碰到后边仨了就得把调摁下来，就是娘，最后一个是娘加上乌是牛，你加上乌牛，咱们把这个刚才这个最后2行
咱们没读最后两行，咱们读一下啊，读倒数第二行，卡强且娘牛娘牛下边我看啊，传统拼读法，第一个啊，嘎呀哒嘎，就是嘎呀哒，就是挂一个牙就读嘎，第二个卡呀哒卡塔克，卡呀哒卡塔克。卡呀哒强啊强，卡呀哒强啊强，卡呀哒强啊强，比较别扭啊，慢慢变啊。这后边就不别扭了，后边是帕呀哒恰卡恰，帕呀哒恰卡恰，这个发音都熟悉，不别扭了。后边这个帕呀哒恰撒切，帕呀哒恰撒切，下最后一行。帕呀哒恰玛撒强，帕呀哒恰玛撒强，咱们把这几个再重复那个练习一遍，咱们就休息一会儿啊。先读第一个啊，嘎呀哒嘎，嘎呀哒嘎，卡呀哒卡塔克，卡呀哒卡塔克，卡呀哒强啊强，卡呀哒强啊强，这个是最别扭的哈，再读两遍，卡呀哒强啊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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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慢慢读多了就别过来了。下边这个好读了啊，帕呀哒恰塔帕呀哒恰卡恰，帕呀哒恰卡恰，帕呀哒恰撒切，帕呀哒恰撒切，帕呀哒恰玛撒强，帕呀哒恰玛撒强，这个强啊，这个写上啊。这个词儿咱们读一下啊，这个它是升降调嘛，如果它在第一个音节不许降，所以它就变成升调，就是抢吧，这就是藏族里头叫做强巴佛。强巴佛谁啊？就是慈氏，就是弥勒佛。弥勒佛在这个藏文里头呢，就叫强巴。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慈悲的意思，慈祥、慈悲。巴是人，慈悲的人就是弥勒佛，要是音译呢，就是强巴，就是强巴，这个
西藏有那个特别大高大的那个强巴佛的那个大像啊，强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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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弥勒佛，咱们休息一会儿，开始吧。咱们再来这个刚才这个就是读音呐，虽然是不熟悉，但是呢应该是没什么困难，就是不熟悉，从来没把这个gi啊这种那个带一个一的都做过声母，所以就是一个熟悉过程。咱们来熟悉啊，还翻到42页，咱们还把这个表上这几个先读一读啊。先读一下这个名称，雅大，跟第一个嘎拼啊，嘎，下边那4个啊，加，nya，翻过来这边这个啊，嘎，gi，叫，第二行，q，科一 k 约这个读不出来的时候你就慢慢这样拼，声母是前边那个 k 加上一是 k， 后边加上韵母约 k 对，第三行强，起加，七，强，且，娘，娘，女儿，回来再把前3行再来一遍啊，嘎，gi，传统拼读法，嘎呀哒嘎，嘎呀哒嘎，卡呀哒卡塔克，卡呀哒卡塔克，卡呀哒卡啊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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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这个是最别扭的了啊。下边的好办了，下边是帕呀哒恰卡恰，帕呀哒恰卡恰，帕呀哒恰撒切，帕呀哒恰撒切，帕呀哒恰玛撒恰，帕呀哒恰玛撒
帕亚达恰玛萨恰，还读一遍那个弥勒佛的那个名字是强巴，强巴，强巴，翻过来。下边学新的啊，这个是加了这个元音的，带元音符号的。卡亚达卡克古基，卡亚达卡克古基，卡亚达卡克古基，卡亚达卡那若克塔克，卡亚达卡那若克塔克，帕亚达恰那若错卡萨错，帕亚达恰那若错卡萨错，这个难一点啊，咱们再来啊。帕亚达恰那若错卡萨错，帕亚达恰那若错卡萨错，最后一个玛雅达nhà那若牛啊牛，玛雅达nhà那若牛啊牛，还这四个再来一遍啊，这可能比较难。你把它想简单一点，你看前头就是三步嘛，卡亚达卡克古基，卡亚达卡克古基，卡亚达卡那若克塔克，卡亚达卡那若克塔克，咱们加一遍啊，卡亚达卡那若克塔克，帕亚达恰那若错卡萨错，帕亚达恰那若错卡萨错，帕亚达恰那若错卡萨错，玛雅达nhà那若牛啊牛，玛雅达nhà那若牛啊牛，玛雅达nhà那若牛啊牛。好，一会儿咱们再回来啊。现在咱们看例词，第一个啊，这是那个卡亚的卡克古 k 狗，哎，这是狗，咱们读啊 k， 哎，这是狗。第二个，这就是那个强，哎，就是强，那个土强。第三个，恰，手，这个手说那个喇叭不是手吗？喇叭是平常人的手，这个不是平常人的手了，就是平常说手。这个恰是这个敬语，哎，这咱们干脆学一个词儿，这个恰开了，这是经常常用的，你们记一下。恰，然后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词儿学了，都这个能听了。恰开了，哎，这手呢是敬语，这个开呢是这个动作，做一个动作，这个做一个手的动作，
这个合起来是顶礼，是这个顶礼啊，致敬啊，就是咱们那个南无的意思，所以他一开始经前头啊都有这个掐菜罗，对这个佛菩萨掐菜罗，对这个文殊菩萨掐菜罗，对这个经藏啊什么，对般若波罗蜜啊掐菜罗，就是咱们的南无的意思，它是用在敬语上的。掐菜罗，这个罗也讲一下，这个罗呢是这个等于句号，就是一个句子完了呢，最后呢它重复这个最后一个字母，然后加一个哪若，当成就是告诉你说这个句子结束了，相当于这个作用。咱们再看第4个单词，注意了啊，七波，晚就是早晚的晚，晚一点的，七波，早一点晚一点，这是晚一点。下边第5个，注意啊，这个本来应该读这个亲是吧？你看七音亲，但是呢你看后边标音标的是4声，应该读沁，说为什么他要读沁呢？这个字啊原来啊这个藏文里头在后加字啊是有2个的，现在咱们只讲了一个在后加字是撒，实际上它还有一个在后加字是塔，现在呢那个它可能也是简化字吧，慢慢把这个就给扔掉了。所以像这个字呢它是有那个在后加字塔的，起的那个作用跟在后加字撒是一样的，要把调摁下去，所以呢它这个读音保留了，但是这个塔这个在后加字现在已经这个不用了，所以呢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就是记住，这就是我们记住，就不用写在后加字，但是我们记住它是有在后加字的，所以它读沁，沁，这个沁也是很常用的，它是什么呢？这儿写的是去，实际上它主要在佛经用的意思啊，到的意思哈，到的意思比较那个，到彼岸就是这个到，所以这个沁也是很常用的，读起来要这个经常读的，沁就是到，这是去的过去时，你看去的过去时就是去过了，就是到了，下边第6个，强，东西南北的北，第7个给这个强又加了一个这个元音写就，就是穷，是得到。第8个是且，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字，就是做。这个咱们汉文里头呢，一个是有这个工作的做这个做，还有一个是立人一个古字一个反文的做，在汉文里头这2个做其实现在好多意义都相通了，其实它这个字呢也就相当于这2个就是相通的，用的范围非常广，好像前头这个很多动作吧后边都可以加这个，就是做个什么事情啊，都是最普通的这个做字，所以它使用量很大。下边一个且，这跟上边啊是一个字，咱不是说一个字有4个形态吗？是过、现、谓、命，命令式，4个形态。现在呢它这个上边那个就是现在时跟未来时都是上边那个，过去时呢就是下边这个，所以它是一个字，就是做。第10个牛，曾经什么什么过，助动词它一定跟一个动词，曾经干过什么，曾经做过什么，牛经历过，这个是。第11个是 kirang， 这是您你比较客气的你。最后一个单词是虾壳，这个虾呢咱们前边学过，就是东方升起都是它，壳是什么呢？壳就是方向，
哎，这它俩合起来就是东边这个方向，哎，丘就是方向，所以是东方。把这个单词咱们都整个读一遍啊，从第一个 ki ki 强强恰恰恰猜了恰猜了七波沁强穷且牛키랑虾翘下边的练习咱们也那个过一下啊，看第一个怎么读啊，是秋拉，哎，第一个是掐七乌秋，然后他那个歌呢不发出来，做一个歌的那个口型，然后读拉秋拉。第二个西加一个英，你看一英嘛，西英清吧。第三个掐累。第四个注意啊，它这是二声，就是声调的卡加无球，哎，读成这个升降调。下边一个且吗，再一个起翻过来娘安，哎，后边是那个跟那个 n 发起来，哎，娘安，牛儿吧，下边一个啊，勤，它是 k 跟 n， 一个 e 一个 n， 那个 n， 勤，下边一个 k 班，哎 k 跟 a，k 班，下边一个 keep， 它这个跟那个 keep 的区别就是，你比如说咱们原来学过这个词儿，哎，这个呢就是 k 加 就是那个 a 加一个这个帽 ，a 加一个小帽，这个读成哎，然后发一个最后口型做一个波的口型，这是 k， 哎，直接是 k 跟拼起来。现在呢，在他们俩之间呢加一个一，就哎 k， 然后加k， 自己下去之后啊，慢慢体会，就是说这个音是都在这儿的，哎 k 加k， 哎 keep， 哎 keep， 哎，就是中间多了一个一，就是下边一个啊 keep tongue， 哎，后边那个第一音节后边那个麻呀，要把嘴闭一下，发一个木的音 keep tongue， 就是的音不发出来，做一个口型。下边一个 q 嘎，哎，它跟那个科跟 o 拼起来不一样，科跟 o 拼起来是 q， 现在在这个 k 跟 o 之间加了一个一 q， 哎 q 嘎啊 q 哎 q 哎，就中间多了一个一。下边那个啊 kunne， 最后一个
是穷，它这个就是写的时候啊，读的时候它是加的一，写的时候它加的还是这个雅大的那个声母，就是还加了个 y， 就是在那个书上标音标的时候，这个就代表这个牙的那个声母，k 发音的时候实际上它就是一，然后这是 k， 然后后边呢 o 加上这个 n 是 on，k on 穷 k on 穷，就是在汉语拼音里头都能找到这个音素，但是呢它没有拼起来过，所以就是要熟悉的。咱们那个这几天回去之后啊，我就赶紧那个录那个就是把那个读的比较清楚的那个带子录成录音带，星期三到家的就可以拿那个，下个星期六来了大家就能拿到那个带子了。拿到带子之后呢，可以这个谁现在我这有那个周老师读的那个带子也能用啊，但是它里头没有这个练习啊。谁如果需要可以找我要啊。这是练习，下边的练习就是最后一个，咱们也读一下啊。第一个啊，嘎，第四个练习啊，嘎，右边加，它这是容易相混的，它给弄在一块儿区别一下。第二个咔，叽，强，不就读错了，强，最后这两个你看按照拼音去读 k on 强，最后那个是强，不一样。咱们我看啊时间还有，咱们复习哪儿呢？整个再来一遍吧。翻到43页，整个再来一遍啊。就是这个呀，就是要多读来这个熟悉这个音调。从这个嘎开始啊，嘎，滴，q，我读错了，是 k，强，提，加，七，恰，翘，强，且，娘，牛，娘，女儿，下边是嘎呀的嘎，嘎呀的嘎，卡呀的卡塔克，卡呀的卡塔克，卡呀的卡啊强，卡呀的卡啊强，帕呀的恰卡恰，帕呀的恰卡恰，帕呀的恰撒切，帕呀的恰撒切，帕呀的恰马撒强，帕呀的恰马撒强，强吧，翻过来，卡呀的卡给个 k，卡
卡呀的卡开古 k， 卡呀的卡开古 k， 卡呀的卡那若克塔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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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呀的卡那若乔卡萨乔，卡呀的卡那若乔卡萨乔，帕呀的卡那若乔卡萨乔，帕呀的卡那若乔卡萨乔，帕呀的卡那若乔卡萨乔，卡呀的卡那若乔卡萨乔，玛呀的娘那若牛啊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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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呀的娘那若牛啊牛。不错，都跟上来了。下边单词啊 ，k k强强恰恰恰菜了七波庆强穷且牛踢让瞎翘练习秋拉清吧下累这是求且吗其娘安牛蛙停开班tip kim仓跳嘎训内穷最后一个题啊嘎掐读错了加滴强基本上行。有觉得哪个部分不熟悉啊？是不是那个传动拼读法不太熟悉？长的那个哈，好，再读这个传动拼读法。我看别的大概能记住。好，从43页吧啊。嘎呀的嘎，嘎呀的嘎，卡呀的卡塔克，卡呀的卡塔克，卡呀的卡啊强，卡呀的卡啊强，帕呀的恰塔，老师记住了这个，帕呀的恰卡恰，帕呀的恰卡恰，帕呀的恰撒切，帕呀的恰撒切，帕呀的恰马撒强，帕呀的恰马撒强。后边这个啊，咱们重点读这个。卡呀的卡开古 k， 卡呀的卡开古 k， 卡呀的卡那若克塔克，卡呀的卡那若克塔克。
帕亚达卡那若克他克，帕亚达卡那若乔卡萨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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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雅达nhà那若牛啊牛，玛雅达nhà那若牛啊牛，玛雅达nhà那若牛啊牛。这个你反正把这个音能分析对啊，然后那个有周老师那个带子也可以听一阵儿，就是大概意思能听下来。其他有什么那个发音啊什么不清楚的，像这个现在单词都没有那他不给标音了。如果你们对哪个标音不清楚呢，可以提出来，咱们把那个汉语拼音给你们写出来。你们大概都能音现在能不能自己都标出来？下边，或者是你自己标一标试一试。如果标不出来的呢，下节课来了之后可以这个问一下。把这个音的这个首先是哪几个汉语拼音拼起来的，把它搞清楚，然后呢再多练习就行了。要是没什么问题，咱们这节课就到这儿。